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日就是镜。镜就是一瓶抹水银，会当照物件的玻璃，咱讲照镜。另外，和摄影有关系的装备，咱就讲镜头。若是利用光学原理制作的改善视力的物件，咱就讲目镜。若是要看清楚远的物件，专门的技师，咱讲吊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目镜，拄则讲到就是眼镜，就是为了要改善目睭视力的问题。挂伫耳仔的技师，第二个词吊镜就是望远镜，用来观察天气或者是真远物件。专门伫咧用的仪器就是吊镜，嘛有人讲是千里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暗时大家烧酒来山坪，要欣赏流星，阿明倒吊镜煞看袂清，原来伊伫视挂的乌人目镜，到暗时佫也袂记咧摕落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镜提供予大家参考。